今日又去食1蚊雞中頭飯，今次揀咗點心拼盤，40個8，有蝦餃、紅棗糕、叉燒包、菜苗餃同潮州粉果。叉燒包個底有水濕咗，可惜其他都係正正常常。臘腸滑雞飯1蚊雞，星期6加2蚊，雞幾滑，臘腸好味，唔錯。兩樣點心總共43個8，埋單68蚊，比平時貴2蚊。下午去咗大圍南記食下午茶，招牌河有春卷、牛丸同魚片，因為冇魚蛋，所以轉咗魚片，32蚊。另外一個係春卷魚片河，都係32蚊，兩個都係長者送豆漿，味道都 OK。